咁多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由我曾子晴為大家報道12月12號星期五嘅重點新聞。首先講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嘅最新消息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係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，經過156日嘅審訊，高等法院將會喺下個禮拜一12月15號宣布裁決。司法機構網站今朝早更新，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，將會喺下星期一12月15號公布裁決。案件至2023年12月18號開審，由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、李運騰同李素蘭審理，歷時超過1年8個月。斷斷續續開審共156日，4名被告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，被控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同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。控辯雙方今年8月28號完成結案陳詞，法官杜麗冰其後宣布押後裁決。現年77歲嘅黎智英喺2020年8月被捕，同年12月被落案控以國安法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。一旦罪成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。案件下星期一宣判，外界高度關注。特區政府對美國國會以及係中國委員會發表嘅2025年報告表示不滿同埋反對，認為內容係針對香港特區各方面情況嘅失實言論同埋污衊抹黑。特區政府就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嘅2025年報告表示強烈不滿同反對，批評報告就香港各方面情況作出失實言論，屬於污衊抹黑、干預香港事務。政府發言人強調，維護國家安全係主權國家固有權利，香港依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，執行香港國安法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同時依法保障市民權利同自由。特區政府亦重申，所有司法案件都按證據同法律處理，律政司獨立作出檢控決定，任何外部政治施壓都唔應該干預香港司法程序，並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預中國內政嘅行為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同大家跟進一下宏福苑5級大火嘅善後工作。宏福苑災後3棟大廈今日起會清拆棚架。大埔宏福苑火災善後工作持續，今朝早9點左右，多部大型吊臂車陸續到場。工人開始清理雲昌閣、雲泰閣同雲新閣被燒毀嘅外牆棚架同雜物，現場圍封戒備森嚴。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早前亦為結構損壞較為嚴重嘅少量單位進行加固，包括混凝土牆身灌漿以及樓板臨時支撐工程。同時，災場遇害者辨認組人員繼續深入災場搜查，盡快完成調查同後續處理。另外，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寧相信，監管外牆棚網新制度可以大大提升棚網嘅質量保證。政府提出監管外牆棚網新制度，建築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寧相信，新安排可以大大提升棚網質量保證。新制度涵蓋3個環節，承建商要先提供棚網阻燃效能證明同檢測文件，棚網抵港後必須按指定方式抽取指定數量樣本，送到政府指定實驗所測試，合格先可以上架使用。其後當局亦都會再隨機抽樣複核。鄭定寧話，抽樣數目同規格要跟從國際 ISO 要求，例如160張網要按比例抽取32張，如果未能通過測試，成個批次都唔可以用。我哋轉嚟睇下一啲輕鬆嘅新聞。本地紅葉季節聽日就會開始啦。元朗大棠楓香林一向係吸引大批市民同遊客前往觀賞紅葉。漁護署表示，今年紅葉季節由12月13號去到1月11號，預計約有7萬人次到訪。聖誕節至元旦期間紅葉最旺，人流亦最多。為咗疏導人流，紅葉季節期間逢星期六同公眾假期會安排港鐵巴士 K66A 往返大棠山道同朗屏站。而喺聖誕節同翌日，九巴亦會特別加開68R 往返大棠同迎點。楓香林臨時廁所由2個增至4個。署方有解釋，楓香葉變紅要視乎夠唔夠凍同乾燥。今年天氣反覆，本月仍然偏向和暖，葉色未必立即轉紅。建議市民留意紅葉情報專頁逢星期5更新嘅紅葉指數。國際新聞方面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埋美國方面嘅團隊舉行咗視像會議，商討和平進程嘅方案。烏方今日同美方團隊通過視像進行會議，就事關俄烏和平嘅文件進行磋商。澤連斯基指，烏方同美國財長貝森特、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以及貝萊德行政總裁芬克會晤，討論戰後重建同經濟復甦，亦觸及20點停戰框架，亦同意跟進後續接觸。同日，法英德領袖亦同特朗普通話，尋求推動進展。
日本同埋美國防衛官員電話會議談及中日戰機雷達照射嘅事件。中國外交部早前批評日方惡意炒作雷達照射問題，指日方先稱未收到中方通報，後來又承認事先收到中方信息，說法前後矛盾。日本防衛廳表示，已就中方戰機近距離接近、疑似以雷達鎖定等情況提出嚴正交涉，要求中方停止危險行為。同時，防衛大臣亦同美國防衛官員通電話，確認共享情報。日本會繼續監察周邊空域安全，並同盟友合作防止事態升級。我哋再嚟睇下一啲嘅兩岸嘅新聞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喺北京舉行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咗一段重要講話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連2日喺北京召開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，總結2025年經濟工作，分析當前形勢，並部署2026年重點任務。會議提出要實施更積極有為嘅宏觀政策，持續擴大內需，優化供給，推動經濟穩中向好，同時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，深化改革同擴大開放，並着力穩就業、穩企業、穩市場、穩預期，防範化解房地產同地方債等重點風險，做好民生保障，為15.5良好開局打好基礎。內地廣泛地區受到嚴寒天氣影響，未來2日會逐步降雪。寒潮影響內地大部分地區，帶嚟劇烈降溫、大範圍雨雪同強風天氣，多地氣溫將創入冬新低。華北、黃淮等地將遭遇今個冬天最強暴雪過程。北京今日午後將迎嚟今個冬天首場明顯降雪，城區主要降雪時段為午後到夜間。氣象部門預計，今晚至明日清晨為降雪最集中時段，部分路段或者會出現積雪結冰，早晚出行要特別留意交通消息。隨住冷空氣繼續南下，東北、華北風力增強，體感溫度更低。南方多地亦會由雨轉雪或雨夾雪，濕冷明顯。專家提醒，雨雪天要減速慢行，行人防滑，同時要注意保暖同埋用火用電安全。農牧區要做好設施加固同新蓄防寒。除咗內地廣泛地區天氣寒冷之外，本港未來幾日氣溫亦都會急降，大家出門口嘅時候記得着多件衫啦。天文台預測，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大約喺21至24度左右。不過去到星期6，稍為會轉吹北風，間中會有1-2陣驟雨，氣溫會顯著下降。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，市區大概最低去到15至16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下個星期初天氣轉乾，早晚清涼，大家記得出門口嘅時候加返件外套保暖。今日嘅新聞630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收睇。中意呢條影片嘅朋友記得要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仲要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，有新片嘅時候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